媳妇儿，媳妇儿。哇塞！娘娘，见着皇上了吗？见是见着了，别提了。啊，宝贝儿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不明物体。你胆儿大不大？大。娘娘，您说哪有蟑螂？我帮您踩死。不是蟑螂，那是老鼠。娘娘，您说在哪儿呢？我闭着眼睛帮您踩死。报江北之仇的时候到了，我在里面受了那么多苦，赵王他脱不了干系，这个仇我必须要报。娘娘，你说怎么办？绿蝶，给我找根棍子。娘娘，我胆小。你不是特别讨厌僵尸吗？现在我们就把他当成僵尸，反正他们俩是夫妻，差不了多少。娘娘，用不着棍子，我一个人抵10个棍子。上！哎呦我去！偷袭你这么大声！哎呦，绿梨！哎呦！你打我干嘛，绿梨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找我媳妇儿，你打我干嘛？我招谁惹谁了？我你惹谁呢？说打你就打你！手下留人！娘娘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看你不顺眼，揍你一顿出气。听说你在找媳妇儿，怎么回事？我自从江北回来以后，每天都醉得不省人事。突然有一天醒来，我媳妇儿就没了。他们都说，映月已经暴毙而亡，这简直是一派胡言。她肯定是跟三弟一块儿走了。你继续说。继续说。我心里就一直不明白，我除了不是太子之外，我哪里不如三弟了？我如果身份可以跟他换一下的话，他还会如此吗？所以我就在想，在江北把你们一举拿下，除掉我所有的竞争对手，更为了我这么多年受的窝囊气报仇。果然如此。你也不容易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原来你不是怂啊，你是憋着一股劲儿。娘娘，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你说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她怎么想的我可不知道，但你是怎么想的，我是彻底明白了。是个男人遇到你这种事儿，10有8九都会闹出人命。你这么做，我理解。娘娘，你人真好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我这可一直等着呢，这还打不打呀？我把正事给忘了，这人是一定要打的。交情归交情，打仗归打仗。绿莲，给我狠狠的走，一定要把江北之仇给我报回来。